大家好，我係阿力。今集帶大家去深圳華強北博物館。華強北見證咗深圳呢座城市從一個小漁村蛻變為世界科技創新中心嘅非凡歷程。我哋一齊感受科技改變生活嘅力量。地鐵站2號線或7號線，華強北站 E 出口出。出到嚟向前行20米左右就到㗎啦。應該好多香港人都知道，華強北呢度係賣電子嘅嘢。到啦，就喺度啦，華強北博物館啊！時光見針。依家有個活動喎，8月12號至11月24號嘅，免預約參觀啦，都係直接可以上去嘅。要上嚟5樓呢度啊，就到㗎啦，華強北博物館。呢度開始入去睇嘢啦。一入嚟見到大螢幕。創新求變，華麗轉型。呢個電子版可以撳嘅喎，仲要生產計劃。仲有得撳。下一步。幾過癮喎！1998年，華強集團嘅電子市場，賽格電子市場，賽格集團啊！深圳速度啊，發展得好快啊！呢度有啲簡介，啲年份啊，電子第一階傳奇啊！呢度有以前年代嗰啲手提電話喎。哇！呢個勁耐歷史啊！1987年我哋用緊呢啲，要1998年。2002年係中國第一款滑蓋手機，即係掀蓋嗰啲啊。我開始2007年係智能手機開始係嘛？有個展覽館導覽圖啦。呢一個博物館可以深入了解華強北從漁村到電子產業中心嘅發展歷史。作為一個免費嘅博物館，華強北博物館被視為深圳嘅一個有價值、較為冷門嘅旅遊打卡點。AI 觀月鏡啊，意念力頭箍呢啲，呢度仲要有一撳落去睇嘢喎。我叫黃無威，來自廣東，是 IdeaGear 的開發輔助。這個是我們開發的一個AI 望遠鏡，就是人們在觀察月亮或者觀察鳥類的時候，他們要把那個相機固。我叫李一超，是本地人。我手上拿的就是我們的產品它的名字叫 BrainLink。那從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大腦連接的意思。那其實它的名字就反映了這個產品的一個設計的理念，就是想把人的大腦和機器去建立一個連接。那其實我們一直想做一個人人可用的腦機接口的產品。有個大型光幕啦，學習方法嘅嘢。騰訊都有呢啲熟悉嘅公司啊。
金正股份、金正科技啊，呢個咩啊？大族激光啊，新天下，哇！呢個係燃陽集團啊，中國企業500強喎，呢個燃陽智能。1993年天元迪科，仲有呢個海能達。哇！呢度勁大嘅地方。这里还会有更多的知心朋友，在碰撞交流中成功认识，肆意绽放无界的思想，绘就梦的奇迹。这里有着想象的无限，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奔跑，不断的寻找人生的舞台，让我们尽情的摇摆。让我们一起舞出自己的精彩。这里还会有前人的时尚，我们可以越野、越高、越夜、越下。哇！幾好睇喎，好精彩喎都。行完路應該係最後結語啦。華強北博物館雖然唔係好大，但係都唔錯嘅，值得上嚟睇下。哇！個洗手間都幾靚喎。呢度就係華強北啦，呢度全部都係電子嘢啊，賣電腦啊、手機啊，咩都有嘅呢度。呢個華強電子世界啦，咁呢座嘢都係啦，全部都係賣電子嘢㗎啦。牌子嘢都有㗎啦，華為啊、大疆啊、蘋果啊嗰啲啊都有嘅。落返地鐵站去另一個地方啦。咁跟住我嚟到呢一個地方卓越中心啊。咁我等到夜晚啊。咁呢度夜晚呢，有夜燈識睇啊！呢度係地鐵站江夏站 B 出口嘅。咁搭電梯出嚟地面嗰層啦。就喺呢度啦，仲未開始啊！等到7點半就開始㗎啦。哇！呢度有個小型表演睇喎，有人唱歌應該。節日 live 呢個。哇！未到7點半呢，但而家都仲有啲燈飾睇喎。應住先啦。咁啊，上網查個資料呢，就係每逢星期6日
晚上7點半、8點半同埋9點半嘅各一場。哇，好靚呢個位！哇，好靚好靚呢度！夜晚真係越嚟越靚啊！出嚟中心呢度。今集影片到呢度，下集再見，拜拜。